HA 哥門診助手 2.0 出世啦！等我同大家介紹啱啱推出嘅全新功能。完成繳費後，點擊預約選項，揾到你今次預約嘅門診記錄，點擊門診助手。除咗見到呢次診症嘅流程，仲有新推出嘅院內導航功能、語音複述功能，同埋觀看醫院視頻功能。新功能1：院內導航功能。喺院內導航中，你可以設定你嘅起點同目的地，設定完成後，系統會為你規劃最佳路線，依照路線便可到達目的地。新功能2：語音複述功能。點擊喇叭圖案，即可收聽診症流程。今次更新嘅最後一個功能，觀看醫院視頻功能。點擊觀看香港眼科醫院視頻選項，頁面會轉到香港眼科醫院嘅 YouTube 頻道。頻道入邊有不同類型嘅眼科資訊短片，你可以點選觀看有興趣嘅內容。希望呢個介紹影片能令你對 HA 哥門診助手 2.0 嘅功能有所認識，善用佢哋令你嘅就診體驗更順暢。多謝收睇。